台南中会为了要迎接创立50周年，计划要在刚开始扩展的台南市东区成立一间教会，来成为50周年庆典的献礼。为了回应神宣教的事工，设立了富强布道所。当时候聚会因着空间不大，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借用了仁和幼稚园的场地来聚会。上帝奇妙的安排是在那一年，有一位神学生叫王忠信牧师，他受派来成为这间新开拓教会的传道，建堂也同时在开始。在开拓的时候，从无到有，他的父亲王寿禄医师慷慨地捐赠了我们现在礼拜堂的这块土地，奉献了一笔大笔的经费，加上王忠信传道，他的母会就是台湾第一间长老教会，许多的人力跟资源来协助，所以在开拓的前几年，很多的资源都到位了。在4年后，1980年，王忠信传道就被按立为牧师，也同时新的礼拜堂就建好了。当我们教会第一次建好的时候，你在路边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教会。那我们很感谢神，在50年前，神就预备了富强教会这个地方成为台南市的祝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带领。那我们教会的礼拜更新其实是在2000年，夏文学牧师决定将礼拜前的圣诗练习改成当时已经慢慢在兴起的短歌，希望社青团契能够负责这样子的一个事工的推进。后来我们编了100首的歌本，叫做欢欣歌颂。那从当中也挑选了20几首录音，烧成 CD， 送给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蔡正道牧师他为了不想让有些人因为语言上的隔阂，那就放弃接触福音的机会。那你们发现，假如我们只讲台语，等于是我们筑起一个高墙，让听不懂台语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教会来，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华语的礼拜。那感谢主，我们有一些很愿意推动的同工，他同时参加2场的聚会。那当时候的蔡牧师为了怕我们同工听了2场同样的题目，他觉得太无聊，所以他又准备一个新的一个讲题，所以他每个礼拜要准备3个奖章，他很愿意的付出。感觉在草初期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把华语礼拜慢慢把它撑起来。很感谢主，到我们目前，我们的教会的台语礼拜跟华语礼拜都有很好的成长。那我们发现，全世界成长复兴教会有2个因素绝对不可缺乏的。第一个就是要有激励人心的敬拜，第二个是有再生能力的小组。那我们以前的长老教都是团契，那我是社青团契的第1届会长。那时候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大概10个人左右。可是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要小组化，因为我们团契太内聚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团契内部再分成3个小组。而转变成小组最大的特色，也是在于让不同的年龄层以及他们适合的属性，他们可以在一起。也因为这样子，让许多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找到朋友。我也看见在那个时期的年轻人，他们因着加入小组，他们变得更有自信，甚至他们也愿意带他们的朋友来到教会当中。所以在小组的经验当中，让我看见他们生命有许多的成长跟改变。小组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最基本的单位。那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牧养一些新来的教会的人，然后我们再慢慢成立一个牧区。那所以从1998年我们10个人的社青，到目前我们有3个牧区的社青，大概总共有200个人在聚会。在富强教会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团队服事。富强的团队服事其实是蛮特别的设置。我们在2006年年初，蔡正道牧师他跟几个同工一起来讨论，
那时候他有想要成立平信徒服事团队的可行性，在当时对长老会来说，其实是一种创举。而团队服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教会当中的信徒，他都可以一起参与教会的运作，也可以一起回应上帝的呼召。在服事的可能是牧师，可能是长老，可能是执事，但是可能因着时间的改变，牧师会离开教会，长老、执事他们因着选举，他们会更新，这样会造成一些事工上的断层。但是团队服事的好处就是事工可以继续的永续下去，因为每一个信徒他们都找到自己的呼召，可以在教会当中来服事神，来服事人。团队服事的设置其实对教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蔡牧师来的时候，他带了很多的翻转让教会人数一直在增长，也就提出了重建圣殿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前的教堂是1980年建堂的，那后来因为人数慢慢的增加，我们开始增加了夹层的座位。那可是，一年当中总是有几次特别的礼拜天，即便我们放了补助椅，还是都满到门口。所以在2005年的长执会，我们就决定要开启第2次的建堂，10年6000万的原地重建计划。那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大额的奉献，那也没有对外募款，是所有的会友一点一滴慢慢奉献出来的。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神的恩典与祝福外，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的同心的祷告，彼此的合一，才能成就这样子在人看为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神迹。另外，当我们开始要动工的时候，神也差派了他所预备的建筑师昌城建筑跟子兰建筑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规划、为我们设计内部的装修。然后我们在想说，那我们动工的时候要去哪边聚会的时候，神又有另外一个祝福，就让我们在教会的原址对面看见了这一块地，是由一个在做清洁工的姐妹来告诉重建的委员。所以神很奇妙，就是透过微小的人来成就这个事情，这个也让我们很感动。50在人来讲，其实就是衰微的开始。可是如果放在教会呢，我认为50其实是可以无限循环的。每一个世代的信徒，他都可以因着福音的缘故，努力的去创造自己所属的那50年，去回应神的爱。我们看见从过去到现在，上帝都不断的带领这个富强教会，让过去的信徒到现在的信徒，每一个人都一起在这间教会当中一起生活，一起成长，一起经历神。所以我想50年，它只会是这间教会的一个终点，不会是结束，而是这是一个终点，它会继续的带领教会继续的向前，走向下一个50年。这50年不是一个数字，而是无数兄姐所留下的汗水跟泪水、祷告，还有委身，以及上帝不离不弃的带领。它是一个里程碑，提醒我们要随时数算神的恩典，也提醒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荣耀里面。我期待富强未来的样子，它仍然是一个充满热情、敬拜、追求真理、对上帝国度的扩展有负担、彼此合一、用爱和温暖互相成全的教会。特别我觉得富强教会有一个非常棒的能力，就是它有生命修复的能力。很多人他在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难处，或者他其他工作上生命当中遇到难处，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的生命会得到修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富强教会从第一任牧师开始，他所建立的这个爱的基因，那成为我们教会一个很特殊的文化。感谢主，在新的时期，我们期待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能够承接过去许多奉献给神的这一群长辈前辈，在他们的脚步当中继续向前迈进，让富强教会成为一个分享神的爱、分享神的祝福的教会，也能够在许多的事工当中成为众教会的模范。
赋予信心与盼望，强于宣教跟牧养，这是神给富强教会最美好的礼物。愿神赐福给大家。